么？我的外甥女儿来了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外甥女儿，为什么？我的心肝宝贝呀！可怜你年幼三亲娘，孤苦伶仃在困上。弟父兄弟共姐妹，事业之害来托四方。今在里进来教化一送在，从今后再怕断话不为离上。这是你二舅母，快去见过。是。拜见二舅母。不小了，外甥女儿这帮坐下。看你身体单薄，少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为甥女自小多病，所谓吃饭时期，便吃药到事情了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昨日来对西家草，今朝听见归不到。你呀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喷人虎，南京人所谓辣子，你就叫他一声王辣子就是了。二嫂子原名唤作王熙凤。拜见二嫂子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做一个妹妹呀！谁怪我一生红颜痴痴娇，是这关乃令生儿天下少，哪想过老祖宗先前的外甥女分明是了天仙离了同来到。妹妹，她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自己来到这里呀？谁当初分儿寄居在花中，这家中谁是你家中？要钱要用把再成功，谁为他告诉王熙呀？红，多谢二嫂子的心。多谢二嫂子的心。多谢二嫂子的心。坐下，坐下。你们赶紧当扫屋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洗洗去吧。是。妈妈姑娘在我来。
太娘带来的那个小丫头太是能了，还是把我身边的那个自觉要关结了太娘好厮混。是老太太想得周到。见过林姑娘。宝娘去家庙还愿，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？也该让她和妹妹见过礼呀。虽然，你去看看宝二爷回来了没有？外甥女儿，我有句话要告诉你：家里三个姐妹倒多结好，以后可以去到时常要做珍惜。这是我有一件不放心的，谁是我那个宝娘？宝玉回来了，宝玉回来了，宝玉回来了。老祖宗，起来！太太，宝玉啊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。是啊，快去见过林妹妹。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出水。知道她府内苍茫神气味，强扭来个个亲戚飞说绿。眼前有时花草水，迎风好比风和绿。眉梢眼就上秀气，声音小毛路眼前分明是花来堂，心底恰是就是雨。咦，这个妹妹我好像曾快见过的。欲要不是了，你何曾见过？谁不见过？快见面传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呢。好好好，有谁一起也就和睦了啊！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只上过一年呀，认得几个字？妹妹真明，名唤对牛要是你。不是。好，我送妹妹一字，唤作平平两字，其妙啊！哎，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成不通考常识，西方流畅名牌，可作完美之模。快，妹妹眉间上冲，取这个字，岂比成美呀？他又是读软的吧？啊哎，只了四书五经，图说的也太多了你。哦，你听听，多聪明啊！是啊。哎，妹妹，你有鸟没有啊？我没有鸟，你那块鸟也是件喜欢之本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？臣的高下莫识，万事理不理你。我可不要这东西。放牛。长，你生气要当马很容易，何苦去算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缺嘛？今天来了这个陈先生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个好东西。宝牛啊，快带不要好兄弟，快带哎呀，不要！宝牛，快带不要兄弟，快带上！哎呀，不要嘛！宝牛，当心你弟子逃！宝兄弟，
姐请，宝兄弟请啊！宝姐姐请。老太太跟前请安，把邻家妹妹来看她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宝姐姐来看你来了。这阵子长苗不见土地沉，两灯偏开夜湖旁。宝姐姐，请坐。亲，宝兄弟，你肩上的那块牛，我虽然听说，却被人好好的赏见过，今天倒要见识一下。好啊，那莫说莫忘，先生很苍，莫说莫忘，先生很苍。你也看到不对做什么？我看这两句话，与姑娘经书上的倒是一对你。哎，宝姐姐，你经书上也有几个事，今天也让我上见上见。你不要听他，没有什么事。好姐姐，你看了我的，岂能不让人家看你的呢？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，这是上面有两句吉利话罢了。不离不弃，放明永记呀！这两句话倒是像红我是一对呢。好香啊！宝姐姐，你的衣服熏得好香啊！我最怕熏香，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你？那是什么香呢？像是我早起吃的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宝姐姐，请我有我尝尝吧。哎呀，你又闻到了呀？怎么能客气的你？这香气好闻嘞！宝兄弟，林妹妹到这本时候还没有回来，我不等她了，改日再来帮她吧。好，那改日再来吧。我送宝姐姐出去，宝姐姐，请。请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方才宝姐姐来看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什么？睡着了？哎，昨晚刚刚吃好，又要睡觉了。你吵我做什么？哎，好妹妹，你看啊！此情不去上，气焰的插在江，盼儿团在你几层。来，我替你家门去尽欢唱。去嘛，去嘛，你到别处去玩吗？我到哪里去嘛？我看见他们是外面的。好。我也躺上。呀，你的脸上又是接谁的指叫我跑了？不是的，是方才让了些胭脂膏。你呀，又在做这些事了。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，大家都不得安心了。那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是文师母王怕了。好啊，原来你得了牙，被封为文师母王了。哎，别人叫的，你可不能叫啊！为什么不能叫？我
我偏要讲，为什么啊？你讲，为什么？你讲，为什么？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你叫我找他好苦哦。什么事啊？阿姨，你上次叫我弄的手，我叫你拿来了。在哪里？哎，那洗相机。阿姨，对不对？对。阿姨，这一下你总该上上路了吧？好，明天上你一条线。你钓线谁没有见过呀？哎，阿姨，你把这个象牙雕刻上进我吧。好，拿去。哎，阿姨，你把这个五包也上进我吧。哎，比你多可拿，这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喏，拿去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今日我背地里飘到他一个上宽。可偏输在金玉寺，难得西厢甜蜜。
些弄鬼了，快催着，叫我看看。好妹妹，见你看我是不怕的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。什么事啊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请你。谢小姐，请好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妹妹，我是个多愁多平生啊，你就是那情歌情人的梦。违章的娃儿欺负谁？我可要到局跟前将你告。我比儿妻四儿成口言，好妹妹，你千万朝我这一招，我在有心欺负你。好，明生让我滴在这死子里，让哪对女把我疼弃掉。那张生一方是关于推人口，那应帮起人呀王慧儿，那红娘晒成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无钱变做鸟馒头，我以为你当是对，呸！原来是个娘来抢对。好，你说说，你这个你，好，我要去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哎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哎，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这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喏，你送我香袋，我也送你样好东西呢。这是不亲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情来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看你的香袋，要我要香袋，哎，香。
晓得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后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三家比我又为年又为贤，有什么金地牛地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这个人呐，我们两人一做亲一长才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哎，他是谁来的呀？岂能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翠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以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天气分明冷了一些，看你穿得这样单薄，为得冷了，还又要上风。看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单薄。结果，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你这样逃出来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苏西子的金牛是皮袄奴，爱下来比爱上多，此去必去东郊的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真乃是非父之教，难分手，但愿得与你往来多传说。二爷，这是机关财神之本，请二爷留作纪念。结果，二爷。相见时难
小爷，山岗无上内城里生子他亲，未曾臣子不可以不知，是以众人取小子之文也。人家在苦恼，你还在笑你？哎，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，藤枪配对祭祖先，彩手恭敬听教诲，一同下拉破身啊言，这儿民调落地吹盆张昂，破得我头昏目眩吃空言。哎，孙悟空考上了金箍寨，没法子哦。来，坐到一位吧，我来替你动手啊。哎呀，八姑，八人爱苦哦。请问，你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？我自己画的。画得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要紧。哎呀，你就让我去解闷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。哎，二爷，你画别画，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。为什么？她不喜欢。哦，奇怪，难道眉眼生得好看一点，你就得罪成了吗？我偏偏要画得像林奶奶一样，请问，来，好。二爷，还是读书要紧。读书，又是读书。看，天是热了，来，脱下一件衣服吧。咦，这条乱巾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？这样二爷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朋友？是什么样的朋友？竟送你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少过一些好不好？呀，老爷的也要还钱啊！缺了点什么了？不知我家二爷呀，你做了些什么瞒着人的事了？你怕什么？我管你都是正经事，又没有去外地做歹咯。那是哪里来的？我问你说，是中正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戏子，名叫吉国，这条黄金是他送给我，有个纪念。唱戏的戏子。哎呀，二爷，你怎么进我戏子这条本意？这真是的，二爹娘。平日里你不分上下贵贱，与下人共无比，并起并伏。今日里又与戏子结朋友，岂不枉凭名声被颠覆？上辈老爷来知晓，家法所少得多。哟，与戏子交个朋友，这难道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皇帝草狼皮，与戏子往来，你怎么错？六兄弟，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啦？那我也不该来你。不，宝姐姐，哎，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，请坐。宝姑娘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啊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呀，请我戏子结交朋友，那还了得？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二爷，
叫玉昌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叫你准备准备，明早好会客。会客，又是会客，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去！宝姐姐，你听我讲讲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着。你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你能迎宾接客，所以才叫秘密。我无非是我所中遇所的所人怕呀，我真不愿意与那些老都们来往的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，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姑娘和主管的上来往，倒强人与戏子，却叫朋友的道理。是啊，这都要给一给才好呢，宝兄弟。常言桃子呀，它来劲，才不像高分是经理上边也该去问问主管的人，看江些仕途经济好有分，有为些此事做人真得明，理应该把车官头去上京，怎能够不正也破功名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往过拜，怎么成你？你去往过拜去吧。我难道是准备成家往过拜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听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京，他就是马上讲什么落度。你想想，怎么了的老爷不生气呢？睡不着了，我该醉了。宝姑娘，再数一位儿吧。不用了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宝兄弟，我醉了。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，真是心地宽大又好样。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换了林姑娘啊，也不知会怎么样呢。提起这些，宝姑娘真叫人敬重，可是你到人家身份了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，这难道也是文章的话吗？真想不到，这穷人不为国之主，也会算上掉这种夫妻。二爷。安良王妻用一灯，生前自己最难去。
推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雨城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于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又不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快快看，你作为首长，配丫头你到连身光，四都道四字同名接衙门，曾经连他几文章，苦叹里曾经四顾举不雅，自度经济偏一旁，只怕是永在那一城东梁，与家与公都湖旁。现在嘞，是谁跟着李长勇？想的白明，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读了些流言文王在肚子里，养了些金子的道气。等我空了，信不了你的皮。最后这个不上进的孙子，还能在这里做什么？玩不下去，读书。是兵老爷，众人亲王府有人求见，吩咐有请。是有请。不知大声讲道有谁有你，况且死才且观且唐人请。请问大人，下官奉王命而来，有也是相伴，管万老先生做主。方大人选民，有甚好赠予惩罚？也不必惩罚，且用老先生一句话也就完了。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齐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三不十不见委屈，是此情遭不成。哦，听说乃终身在世，齐官与琳琅相交成配。听说他到处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，故此王爷派我前来，这齐官之事嘛，请大人稍待。来人，有换报红牛。是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，你因为贵嫔被熏焦，在外边土法无天又造谣。那几官是王爷家的陈风尘，你但关心够他，这不他。什么奇怪呐？我说谁不知道此事啊？可是我说一定记得呀，无错。言有正品十句才，他曾你换金万几年了。你讲你。那奇怪一卷台上有国父，一卷台下马欢笑。这个园子生有灵，园走过夜落雨桥。此次才来讨城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他
奇观呐，奇观呐！可叹你从有英才，曾红光，难道是来父子长？才是。雷神，来，与我去打败门都关上，杀死女人所行到里面，立即打死。有老祖宗快了呀，老祖天哪！夏目家父死里作孽之仇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成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你不能光灿灿胸远。你不能为家老高登，恰与那丫的戏子结婚。你将来死路有是君。
总是把老太太气坏了，气比死大了，老爷。夫人，休记此言。我养了你子，我亦不孝，不是今日结果了他一绝后悔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也给看在夫妻份上，我也已办法至于这一股孽障。宝女，我们娘儿俩不是也同死了？我那苦命的儿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拿来。老爷，你要把他那死的先把我那死先把我那死了吧，老爷。老太太到，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保老太太有什么事，何必自己走来？换儿子定去吩咐，也就死了。你原来胡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才死去。啊！老他做儿子的私自管教他，一味的是用作要做。老太太是这话，叫我做儿子的是何当得起？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受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！老祖宗！老三不要，我真心的谁？
像翻来覆去的，哄他带上这个短肚，夜里落了笔，也虽不会冻着他。怎亏你想得周到，宝姑娘，请坐。宝兄弟，什么与你这样悉心照料？他身上的伤又怎么会好得这么快呢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叹起气来了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子独当二爷家闺女，为的是防止成龙把命险，谁知他好了苍八方了头，毕竟他本性该观点，不贪的是言之足苦空劳碌，望与这智慧温暖心一片，你不必这样亏心你自心自意将他的纵观一旦成功见，必是我当年夸你好，也常听他是你言，常言道几岁能与为头郎，宝兄弟终于人心情变，青云路从学到必忘人得来年。宝姑娘，你来了半天，我连啥都没有到。宝姑娘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去倒杯茶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什么话呀？和尚陶子的话是我心的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要说是谋杀姻缘。宝姐姐，是你呀？宝兄弟，身体可大愈了？多谢你千机上，我已经写好了。宝姐姐，想必你来了许多时候了吧？刚来了一会儿，却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
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。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谁不谈他吧。我来是访问你，二来听说你近来又做了几件新事，倒想来拜托一番你。是，倒是做了几岁，这是总不见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你。好啊，那请到里面去吧。宝姐姐，请。请。宝姐姐，请。请。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意思么是宝来就说着，像我们半夜三更的，不得好噻。
的面蓬人，从我们家4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！喏，都不及宝丫的。老太太，这话可是骗了。哎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我时常听老祖宗在背后说宝姑娘好你。凤丫头啊，你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啊！姨太太，老太太你有什么想吃的东西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见他这难的，时常叫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你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有神有算，要是不言神有神啊，他早就把我也吃了呢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我言成神不归还，是不万岁宣美封神王。谁知园中明月有神，头上之泪葬落花。
天心头何处有相凑？为啥锦囊收银官一盘净土？迎风流，这本寄来还寄去，不叫
陈小此，他年长路只10岁，一朝称心红颜花落人旁，两不知。人生无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人吗？我当了是谁？原来是这个狠心不明。妹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了开水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旧今生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生又怎么样啊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到，宝鸟是终日相伴空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丫鬟服侍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浅浅来照了，一时烦恼我担忧，你是开眼我心笑，我和你同坐千万同长塞，像一幕所生的情同道。十指望情情念念直到底，中间的我俩情谊的甚好，才知道妹妹承他你心一趟，是今是你下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四夕不理我，是宝鸟是为老婆担烦恼。我有错，你当也是骂也呀好，为什么冤儿皮子将我抛？你有仇，你说也是说也好，为什么背身头是你藏啊
家的。实话忘了些，不觉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我了。好，你既这样说，我来等你。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看着你？啊！是我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只管这样对对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翠，那一天呐、我不顾长堤外天色灰，来访你秉烛共谈心，谁知道吹了你丫头眼起灵，上了你怡红院里闭门根，偏向我满目凄凉的院门，遍体身外梨花情。那一阵你蒙着耳朵不离身，金色玉无比，自杀彼此80名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是谁不知道你来过啊？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去问测试噻，我定要教训他们。是的，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，倒是小事。要是以后啊，什么宝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哎呀，你还是这些话！哎，你到底是劝我呢，你还是揍我啊你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快，进度报起来了，还记得一脸还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啊，你姑说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实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的不明白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！你是真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凭着绑非了心，而且连你对我的心都顾为了。唉，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些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皮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我一些，皮修为好你。妹妹慢走，你再让我说一句话再走，好不好？不用说了，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。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皮，又不管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
比，谁会好你？我在林梦里也忘不了你啊！好妹妹，二爷，先生。二爷，宝二爷，啊，子娟，宝二爷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可曾见过我家姑娘？不曾见。啊，子娟慢走，我正有话问你。什么话？经理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瞌睡好一点了吗？瞌睡倒是好一些了。阿弥陀佛，真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也念起不来了？真是新闻。这叫做脾气乱投医呀。哎，子娟，妹妹签言我了没有啊？哦，我正要问你，这烟雾是谁进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亮露了一个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了。我们正以为老太太正为突然想起来，那日叫人送一辆烟雾来呢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烟雾吃惯了，吃上了2-3年，妹妹的病虽为好呢。这倒也让你费心了。哎，子娟，你看天气那么不好，我冷火热的，你身上穿的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哦，宝二爷，宝二爷，从此我们这棵说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哦。一年大2年小，叫人看着不尊重。那些文章人背后都会是你的，你总不留神还我消失一半淫威，这时候死的呢？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要和你说笑，你看她进来怨着你，还恐怨不进你。宝二爷，你生我的气了？不，我不曾生气。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金莲妹妹常常不理我。唉，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闲闲的都不理我了，我一想到这些，就伤心起来。看宝牛虽是有情深，是真是家外难分。他与姑娘好一层又悲一层，
去找父亲。老太太怜惜外甥女，千里寄归盼成婚。她离不开小将关中牵关中，真委屈姑苏城内求将恩。你也太小看神了。你以为家父说他生啊定我，难道是别人的说终须不靠旁？你可知水路千里要归他海，胭脂终有他去我俩。等姑娘将来出故事，时常要送他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试一试。
请来并得几卦，那对我又何算平，何算好的？以前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不怕什么。世界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不是趁早就帮我生了气，也免得吵出什么祸来。哦，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呢。我也想到这一层呢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，只是那林姑娘啊。既然你们都是包丫头好，那我的主意也就定了。哈哈，都听见了，可不准传出去。要是走漏了一个事，当心等我你的两条腿。老太太，你看，宝玉实正像先生方才说的那样，万一生出什么祸来，这倒叫人难啊！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你只管讲来。这件事真有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一调推了丸子调包起，生一个离台到叫敲击关，到时红盖的杂子，新奶奶负心人可用此君是小丫鬟，包牛只是气的是林妹妹，把真心zan起满一番，能玩的不老祖宗。
相惜多情意，放故乡兮无此，依来关系替作安静。此地可随了什么人的去了？林姑娘，你里评评理，他们说话我也不知，我就说错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该打我呀。你姐姐是哪一个？谁是真子姐姐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傻大姐。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你是出什么了啊？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包阿爷要去包姑娘的事情？你说什么话？谁是包阿爷要去包姑娘的事情？好一日，抬了青天，抬了青天呐！
些，轻一点吧。施主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能够恕你？姑娘。叫我自觉真不成，端阳见你推开手，水面飞成十阴河，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透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东流到城，下流到秋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打开你眉上松柏终于你好心好意无限制，你曾经劝过多少次，最美是一生经过，你乃知满腔飞远，飞呀是只落得路远山高家来归。姑娘，地老天荒，谁配思姑娘？姑娘你身子美是保证，在我身怎样的娃儿同人心？世界上总有两呀可是平，更何况腹中都是同一的人。老祖宗当你张长征，众姐妹提醒你不要失了。自觉已修的腹中人
亲。曾记得菊花不似的亏损，黑当其如的清新，一往远踪。你心里小小闺女邻居问，一生心事几事情是情一别时，莫记于心。指望他江山雨水与子，事情是只一心。
指望与你并肩共欢笑，谁知道风雨浮现草木凋。从今后你手中孤雁相随，他姑娘。只怕是寒热清明，梦中当我姑娘家。我托你一件事。什么啊？但愿这次没有亲人，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我只等起来万金去。
妹妹，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一点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真是盼到了这一天。宝玉啊，来，哦，你今天做新郎要稳重些哟。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成亲，是天间称心满意的事啊！我不容小看将心心结，说遍了字头把家计赔，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绿，今日一想已出贼。此生得娶你林妹妹，心似灯花频吹开，望着平手一笔一勾，今儿老是福也美，从今儿呀，与你成着早起这花灯，还一条灯把理财，天香亭里观树啊，徒有谁他常开，从今儿巧女娇人满身，直到团水奔不开，这真是你我三块终于图啊！女郎织女千心为啊！咦，风水这件事情，却为何不见紫娟呢？紫娟啊，她的生肖冲了，因此不来。原来是此啊！林妹妹，你给这只古东西做什么？我们何必直接送讨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这新郎真该当文帅，许啥的新娘去带谁？多生欢喜的少自杀，谁怨谁问莫团聚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。知道，宝兄弟，的孩劝你俩相敬如宾到白头。那还有什么？宝玉来，哦，
先生，你快一点我的纸腿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梦不是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受伤，老爷也是为免说上你。先生，你告诉我，风山所听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呀。你真糊涂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你怎么会说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子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啊，老爷做子娶的是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娘。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宝妞，你娶的是宝姑娘啊！宝姑娘，宝，放在林雨里，妹妹在你前，是冤枉，住在那里，你才是都别了。都没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宝兄要祖宗算到交代，总为什的？手下，手下。妹妹。我以为百年好事尽消停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头尘？为什么梅园草绑花针？为什么恰巧金杯酒来倾？莫不是老祖宗骗我家族亲啊？宝姐姐她灌醉我的心上尘你在哪里？定是七夕夜夜已十分定，为是跟随你检查谁？你不听，你快听到林妹妹的哭声。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宝妞，你听娘声，听娘声。老叔叔，我要死了！宝妞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老叔叔，我已经心里的话要生。你死！我妹妹都有病，两个平原一条根，倘求你帮我方才也见我，以后娘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才能实相接纳死了一颗张同尘。老祖宗啊，这天下盘问我不说情。
没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。二爷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兄弟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牛。找林妹妹去。宝牛，林妹妹，她
证明。到后来，我妹妹都长大，共同心相采花情。宝牛是泼妇讨亲，真心态啊，妹妹你心里早有你看不厌。到如今父亲恐把心想，托了可怜我伤心不管梨花情。曾记得怡红院上了闭门啊，讲你是十不安心夜不眠。妹妹啊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儿天，我为你在里梦里想念，好容易盼到同房花烛夜，总以为美
回去吧。子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求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剩个什么呢？子娟，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病重负神里，上天赐予我知心病。他这里是人恶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春暖一天喜。只听他哼声虎豹牛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八爷，你来治疗我，你来死是翩翩拂的湖中花，冯子娟美美的要进金河山，情意一段，你晓得他冯子娟美美的花如金河山。
儿